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突然变脸，金融消费者才高兴一天今天突然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跌0.94%，深成指跌2.7%，创业板指数跌4.55%，科创50指数跌5.61%。市场全天成交2.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300亿，这个成交量还可以2.5万亿以上。昨天涨的时候量大一点，今天跌量小一点，似乎像是在洗盘。如果明天再往上涨一涨，那它就是一个慢牛走势似乎有人在刻意这个营造一个指数慢牛的这么一个迹象。昨天涨多了嘛，那今天回调一下。但是今天跌的比较狠的是半导体、芯片、算力，也就是科技股今天就是跌成这样。那还有2500家是上涨的，2700家下跌，也就是涨跌差不多。这个金融消费者又一次感受了一下叫黑色星期五。昨天赚的钱还没捂热，今天又如数凤凰了。关于胡适这个科技股、半导体、算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板块下跌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对吧？一个就是融资，对吧？有2只股票受到限制，也就是市盈率超过300的，或者是负数的，你就已经不能融资了，这个是一个信号。我昨天节目说了。第二个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就质疑这一轮科技革命这到底有没有利润？关于这个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资本市场一定有反应，因为很多人现在小心翼翼都认为现在这个泡沫要破，现在是最疯狂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泡沫越大，这个利润越高，对吧？在现在这个最后一口血才最有吸引力，但是它也随时又担心它破掉，所以它这个走势就一惊一乍的。关于这个科技股泡沫破裂这个应该不在咱们这儿，这个咱们恐怕是随着美股的走势所以多看一看英伟达，看一看美国的科技股走势。如果美国的科技股泡沫破裂，那咱们肯定是跟着后面吃瓜唠如果美股的科技股能顶住，那么胡适的科技股恐怕还要跟着后面讲故事。如果美股科技股不妙，形势不妙那 A 股的科技股它故事也讲不了，那么多实际控制人，那么多大股东都折价跑路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那个故事，对吧？到底成色怎么样，还是仅仅是个故事？这个高盛表示目前尚未陷入人工智能泡沫。这高盛前2天不说这个人工智能有泡沫嘛，对吧？人工智能这个他就叫提示风险。今天又说他说人工智能推动的牛市尚未达到泡沫区域，但随着警告信号的增加，投资者任应关注多元化，说这一预测再次表明股市在泡沫破裂之前可以继续攀升。高盛全球首席什么股票策略师奥本海默表示，大型科技公司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存在泡沫，而且泡沫随时可能破裂。奥本海默列出了泡沫的3个标志性特征：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极端的股票估值，杠杆率上升导致重大系统性风险上升。他表示当股价和估值双飙升，以至于与创新相关的公司总价值超过其未来可能产生的现金流时，就会出现泡沫。推动股价上涨是强劲而持续的利润，而非过度投机。基于这种观点，盈利必须与资产价格保持同步。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尚不清楚，尤其是在人们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预期不断升温的情况下。显然这一条不符合咱们胡适的科技股如果拿这一条来卡咱们胡适科技股，那什么寒武纪，对吧？涨到1000多，才多少利润呢？对吧？市盈率300多倍的，居然还能融资。这个高盛指出最大的风险在于盈利令人失望，投资者开始质疑当前回报率的可持续性，这至少可能引发大幅回调。也就是说来说去就是美国的科技股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的一旦它的盈利能力达不到华尔街这些分析师的这个预期的话，那么一轮回调那是势在必行这个节前也有一个新闻也很重要，这有利于整顿严监管这个市场。什么新闻呢？券商中国报道说最高法征求意见，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高管要退回高薪酬。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发布。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25年10月20号。征求意见一共90条，其中10条是上市公司特别规定。这个征求意见第85条是违法薪酬退回，规定称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公司请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退回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超出合理标准而获得的薪酬或者股权期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本条属于新增内容，明确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违法薪酬的返还责任。当财务会计报告虚假导致薪酬超出合理标准时，公司可请求退回。既纠正违规薪酬分配，又维护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符合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透明化的要求，填补此前无明确返还规则的空白。这个简单点说啊，就好比这个中国恒大，那他的这个行政总裁，对吧？他的总裁这个夏海军呢，他的薪酬你要把它追回，你得有法律依据啊。那现在你看啊，这个最高法就要立法了。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上市公司只要财务造假，你财务造假期间，对吧？这些高管的薪酬啊，或者不合理的薪酬，就必须要被追回，法院支持，这就有了法律依据了啊。这一条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很多啊，上市公司啊那些高管，他以后啊，对这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那他恐怕就是得零容忍了。因为你要是不举报，你要是跟着沆瀣一气，对吧？到时候不光你要跟着吃瓜了，你那拿的工资都要退回去，那你是图啥呢？所以说他一旦发现啊，公司在财务造假有这个嫌疑，甚至有这个可能，他就有可能要去举报。但他要一举报，那他就免责啊，免责他的工资说不定就保住了。而且现在不是证监会要给这个吹哨人奖励嘛，对吧？最高奖100万，还奖什么罚款的多少？总之啊，就这一套措施啊，叫组合拳，让那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应该是个好事啊。关键是看他怎么执行，对吧？要说法律已经够多了，你把现有的法律执行好了，它也不至于乱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不代表说就不应该修正法律，对吧？也这个扎紧这个篱笆呀，这也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关键在执行。我们再看条新闻啊，这是财新网报道，他说大摩说啊，外资9月流入中国股票46亿美元，创10个月新高。摩根士丹利于11黄金周期间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啊，2025年9月外资流入中国股票市场，包括在岸和离岸，一共是46亿美元，创2024年11月以来单月新高。其中被动型基金流入52亿美元，主动型基金则流出6亿美元。综合主动型及被动型基金，2025年外资流向较上年度发生根本逆转，全年首9个月外资净流入60亿美元。2024年全年则录得净流出170亿美元，那这个形势就发生转变了，对吧？去年外资都是在跑，那今年外资没有跑了，在流入，或者是有跑有进的，进来的比跑的要多，但这只是个风向啊，因为净流入60亿美元，那也没多少啊，咱们市值的100多万亿啊。据大摩研报啊，说2025年前9个月，境外被动基金累计净流入180亿美元，较2024年全年被动外资净流入70亿美元大增1.57倍。今年首9个月，境外主动型基金合共净流出120亿美元，较2024年全年主动外资净流出240亿美元显著缩减。这个总体上量不大，只是一个趋势发生一点变化。这个可以理解成外资啊，它是一种被动配置啊。无论是咱们沪市还是港股，对吧？在美元基金里面，它的配置都不会太高，本身就占它的零头啊。但是关于外资这个啊，欢迎外资入市。这是把便宜的筹码让给外资呢，还是说让外资进来接盘，外资来当接盘侠？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啊！大家看视频。在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期待，带来更多的这种正向的激励作用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就小球教授的发言做一点补充。好的，你谈的3个话题皆是基本面，实际上这是目前资本市场上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基本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下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那么股市是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这个话题是资本市场理论上长期提到的。那晴雨表我们基本面没改变，它怎么就起来800点呢？所以呢，这里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仅谈晴雨表是不够的，还得看到
资本市场是启动经济的引擎，它是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生态，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给我们的资本市场注入 IPO 的资金、配股增发的基金。更重要的就是资本市场是信心经济。在今天我们上下一致要拉动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客观条件都具备了，所以也给大家带来了信心。最后，流动性和制度性的改变，习主席上任之后做了很深刻的改变，不管是对大股东的减持，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还是对于注册制的理解，还是对于量化等等问题的理解，至少现在都做了局部性的调整。因此，这些制度的改变使得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威胁到股市前期的上涨啊。当然，我接下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政策面看，美联储的降息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之间有联系。我想这个联系一定是正面的，因为大家知道美联储和白宫之间的这种打斗已经很长时间了啊。按特朗普的预计，这个利息早就应该降，而且他的目标是起码要降到 1.25 到 1.5， 而不是现在的 4.25 到 4.5。 那么美联储降息，这个就成了牵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这个降息的到来意味着它不是一次性的，它可能是一个过程，后边还要连续性，比如说今年底还要有2次，那就降到了 3.75 了。那么再往后还会有这样的趋势。当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在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说，我不是看政治，我是看数据。我的通货膨胀，你跟中国的关税一打，必然带来美国的通胀要上升，因为长期以来生活必需品都是中国提供的。所以美联储的理由基本上在这儿。而特朗普也谈了，现在的37万亿的债务，你利率这么高，每年的利息就要支付 1.1万亿，这比美国的军费还高，那我经济怎么搞好呢？所以他们在这种争论背景下，对于中国的影响来讲，我想第一个，对于降息对美国股市是好事，但是美国的股市现在已经涨到天花板上了。那么上礼拜他们破了历史的新高，严格说，这些外资在美联储降息的情况下，纷纷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在国外的资本市场寻找出路。而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起来这800点已经出现了抬头的迹象，所以我想这个政策也就是在中国的第二阶段，在3900点4000点之间，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要向外资开放，因为前一阶段外资也没有信心，都跑了。当然理由很多了，像贝莱德的老总就说那儿的股票买不完，他们要把公司卖给你，这也是谈的中国制度性的矛盾。所以如何看待美联储这次降息和给中国提供的机遇，我认为是机遇远大于挑战。我们这次的拉动股市有着天时地利内外最好的原因。当然中国的货币政策由于我们的资本项目下没有对外开放，外商还不能自由进来，但是我希望在这个时间可以把我们的政策的大门打得开一点，像 QDII 数额再提高一点。这个刘继鹏说这个股市啊，对吧，没有体现这个晴雨表的作用，也就是说啊，这个经济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在经济在下降，但是股市却在涨。那刘继鹏就说了啊，这个股市啊不光是晴雨表的作用，还有这个起到一个发动机，对吧，推动的作用。刘继鹏这个观点啊，实际上一点都不新鲜啊。实际上刘继鹏他道出了咱们胡适的底色本色，只是好多人忘了，好多人以为咱们这个胡适啊，那跟美的那个资本市场是一样的。也就是刘继鹏老师说这个，说白了啊，打心眼里，这个胡适它就是一个什么功能呢？对吧？它是为咱们实体经济解决困难的这么一个资本市场。早期啊，它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你再往前推，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解决国企问题，实在没法从银行再贷款了，所以啊，拿点股份出来，对吧？让大家买一买。这个国企拿笔钱去，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最早的时候，它解决是国企的融资难，后来是解决这个实体经济发展融资难，也就是民营企业它也能上市了，因为民营企业老去银行借钱也不行啊，对吧？那挑一些好的来，给它股份制改造，让大家可以买卖，让这些民营企业也拿到很多钱。如果都从银行贷款的话，一个是限制了实体经济发展，第二个银行的压力太大，那坏账都让银行背，银行背不起啊，所以让胡适，对吧？让韭菜来背。
韭菜喜欢呢？你看现在啊，这个刘继鹏老师又说啊，把这个胡适发展成一个什么高科技发展什么的，这发动机等等。这表面上看好像变了，实际上没有变。这个也就是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啊，也就是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想方设法的托举这个实体经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这个市场不是为散户在里面赚钱，说你搞点钱放这儿啊，你就能升值。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那是放在第二位的，对吧？当专家这么建议的时候，说明啊，小韭菜在里面通过炒股赚钱，什么长线投资赚钱，那是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是要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你看刘继鹏这个观点，其实就说明他这个胡适这个市场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它宗旨没有变啊，是为了解决融资难，为了解决这实体经济发展啊，不是给你这些金融消费者在这儿。啊，七大姑八大姨借点钱放里面，你就可以不干活了啊，不上班了，财富自由了，天天游手好闲，这个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呢，对吧？大家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你就发现刘继鹏老师和这个吴晓球两个人，虽然两个人啊都比较敢说，对吧？也对这个资本市场也有很多这个建议意见，但是他俩人总体思想不太一样。这个吴晓球呢就偏市场一点，刘继鹏是偏计划。刘继鹏是希望啊，这个有形的大手啊，要不停的干预，要不停的去指挥，对吧？先给他拉到4000点，这都是啊计划啊，先去干涉他。哎，这就是刘继鹏和那个吴晓球两个人的一点点区别。你大家仔细听啊，能听得明白。所以这个刘继鹏他才会建议啊，哎，现在涨得太快了，泡沫大，危险。好，那怎么办呢？哎，让这个国家队啊，这个机构把手里的银行股往出抛一抛，砸一砸，不要涨得太快，要走慢牛。哎，这就是他的逻辑。哎，现在啊，可以让外国人进来了，因为外国人一进来，对吧？因为大家记住了啊，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小散户还没有进来呢。因为大家，你看看身边人对股市的热情，你再回忆一下2015年，对吧？2007年、08年，或者你找一找当时的报道，你就发现，如果现在算牛市的话，那现在这个气氛呢，跟前几次牛市气氛完全不一样。这次牛市更给人感觉更像是静悄悄的，也就是那些炒股的人才关心。不炒股的人还是不炒股。我们按时髦的说法，就是现在胡适起来了，指着这些人跑步经常来接盘，但是这些人死活不上当，不愿意，冷眼旁观。那好，你不来接盘，那就让老外来接盘，让老外先接着现在顶一会儿，给他稳一稳。因为如果老外再不来接盘，那就稳不住了。没人接盘，那怎么稳得住啊？他这个现在融资盘已经不让融资了，对吧？在限制，然后新的血液不进来，那你说怎么办？对吧？在后面到了这个3季报一出，或者是再拖2个月，对不对？年报一出，那这就要露馅了，对吧？所以说不行，就让这个老外进来吧，来拖一拖，给外资啊多开几个口子。现在股市啊到了3900点，这个套现的是越来越多啊，就是大股东减持啊，现在是迫不及待减持啊，你随便看一看就是好多减持的，对吧？这个瑞联新材套现5亿，套现5亿还不够啊，10月9号再次抛出减持公告。叫一不做二不休啊！最后啊，我们再看个视频。2000年的时候，90年代我赚了1000多万。2000年的时候我有本事啊，有本事、啊！全球富过呢，我不骗你的。哎呀！全球富过的。哦，什么时候？2000年的时候。哦，我女儿上海大学读书的。哦哟，读不起了呢。哎呦，伤心！我不骗你的，真的的。所以这个市场呢，股市这个市场很残酷的呢，很残酷。哎呀，你也是。那后面你怎么东山再起了呢？这个是建功爷叔啊，在安慰一位曾经的富豪啊，上个世纪90年代啊，他就赚了2000万，结果在股市啊全军覆没，这叫惨呐！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这个。时隔25年，一想起来还要哭，那说明当时多惨，多么痛的领悟啊！这个爷叔啊，被套这个10几年，深套啊，现在正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解套过程啊。他这个解套过程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主力也挺坏的啊，给他拉到3块8，马上也到了2块多，2块8，现在在3块左右上下晃的。这个晃的啊，就让爷叔啊是补仓也不好，抛也不好。他不是前一阵子不是卖了3万股还是4万股吗？那理论上啊，这4万股如果价格低的话，他可以再买回来，这不是做个差价吗？这样摊低他的整个持仓成本嘛。结果他这个钱在手上啊，现在他也没办法补仓，也是麻烦呐。作为这个金融消费者啊，我们经常听到都是谁啊炒股财富自由了，谁炒股赚了几千万、几个亿，听到的都是传说啊，都是风光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爷叔和这
对吧？这位可以说啊，叫警钟长鸣，应该引以为戒啊，对吧？不要老看着那些传奇故事，没有什么传奇啊，那些传奇不是在登缝纫机就已经上了天台，对吧？已经走了，化作青烟了。这两个人还是算好的，好歹还在喘气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